小姐，你真的不怕宁大人发现吗？夫人，夫人不好了！夫人，怎么了？侯爷已经往这边来了。这些东西绝不能让他发现，藏起来。三妹，桑葚，你把这些东西赶紧给我运走，快！鬼白，带无关的人出去。是。这么晚了，夫人不睡觉，在干什么呀？没看我在喝茶赏月吗？赏月？那夫人穿成这样，是要去偷月亮吗？谁说看月亮一定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啊？我就喜欢这身。这儿看不清月亮，我带你去院子里看。啊，不要！我今天腿有点酸。腿酸了？那我抱你去啊！啊，别！我不要你抱！啊！你还想装傻到什么时候？箱子里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是谁的？是我的私人物品啦，跟你又没关系。你不要管那么多。我不是来问罪的，我想帮你，你把盒子里的东西换成是我的，这样就没事了。啊？里面本来就是你的东西。哎呀，反正我是不会走的，我不会让你看的。哎呀，茶都喝光了，还不走？我今天不看到盒子里的东西，我是不会走的。我今天是……府里有人闹事，大夫人的丫鬟桑葚和温姨娘的丫鬟檀香打起来了。什么？姐姐，是我没有管好下人，回去以后我一定好好训斥檀香。都下去吧。是。夫人，箱子这就是证据。这是侯爷的诗集，这锦囊也是侯爷几年前丢失的，原来都在大夫人这儿。夫人醉心我已久，竟然将这么陈旧之物贴心收藏。我没有，感天动地呀！不是，我是之前呢，生活节俭惯了，我就把别人
丢掉的东西收集起来，个人爱好。因为夫人的个人爱好引起了误会。以后若是想恩爱，那你便堂堂正正的呗。嗯，还给我！檀香，若再让我发现你污蔑大夫人，绝不饶恕。是。温姨娘，好好管管你的下人。是。都退下吧。是。你是想看看我跟我夫人多恩爱啊？说吧，别碰我！为什么藏这么多我的东西？说。还给我！我现在累了，你赶紧回去吧。哎，我为我之前所说的不当言辞向你道歉。我不应该说你选男人的眼光不行，你选男人的眼光特别棒。不要脸！哎呀，哎，你给我！不对，这是我多年前佩戴之物，你从何而来？我实话跟你说，我现在已经恢复记忆了。你恢复记忆了？对。所以，整个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了。我都说完了。我发誓我没有说谎话，我毫无保留的。原来你是以这样的一个身份到墨雨侯府的呀？对啊，就是因为你们府上的人从河里捞错了人，然后理应责罚。我可不是故意要去你们府里假扮你妻子的。起因难道不是因为千里寻夫吗？那谁还没个年轻的时候啊？你再把这个故事讲一遍，就讲前半段。你怎么就对我一见倾心了呢？我都讲了4遍了，你还有没听明白的地方啊？真没听明白。我不讲了。你就不觉得整件事情特别巧吗？觉得。对啊，这个世上居然有这么巧的事情，我都不相信。你就这么相信了？我信了。你不是之前都挺多疑的吗？怎么现在没有什么问题吗？
以前那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。你为我做的事，我全都记在心里。哎，再加上这1箱的铁证啊，我当然信了。没什么话想要对我说啊？话？没有啊。你都把故事讲了4遍了，我没什么问题啊。我是讲了4遍了，你什么都没说呀？我没什么好说的呀。哎，你给我走，走！你等等。夫人，等等。说吧。我还想再听一遍。哎呀，我走。那个，你的心上人想要陪你一块儿赏月。我没空。木雪，你有没有觉得大家看我的眼神都怪怪的？那是因为现在府里都在传夫人爱慕侯爷，收集侯爷相关的物品呢。什么？什么？谁传出去的？这还用传吗？昨天那么多人，大家都看到了。哎呀！夫人，后厨想让您定一下侯爷晚上吃什么。夫人是在找侯爷吗？我带您过去吧。我不找他。哎呀，没脸见人！夫人真是爱惨了侯爷呢。桑葚，夫人呢？小姐，我也好几个时辰没见到她了。苜蓿去皓雪堂找了。哦，苜蓿，夫人。侯爷，夫人不在皓雪堂啊？小姐不在皓雪堂，那她去哪儿了？是不是去找原料了呀？你们赶紧想想，夫人今日有没有什么反常之举？哦，夫人好像说过什么没脸见人之类的话。你们在这儿待着，我去找。哦。真是的，怎么在这儿住下去？不行，我得想个挽回尊严的办法。都赖你这个大坏蛋！大坏蛋，找我呀？你偷听人说话？我就是好奇。哎，你说你为什么藏在这儿？
是不是这梅花树下也有我的灯线？没有，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我那时候心智未成熟，所以小时候的喜欢就不算喜欢。哎，但你这句话是不是就承认了，你很早的时候就喜欢我了？没有。喜欢自己夫君有什么不好意思呀？啊？哎呀，我不在这儿住了。哎，你等等，你等等。那如果我有个法子，能让你找回尊严呢？什么法子啊？你不是觉得全府人都知道你喜欢我了吗？那我就告诉全府，我更喜欢你。就做你我的见证。愿与君共建星辰，前路漫漫山水在一程，树下柔肠的一吻，可谓不尽风尘，倾心一瞬。与君共建星辰，只携手筑晨昏，一捧风月，相思远吻，世事本曾够不变情深。他喜欢是低的、高的、低的、高的、低的、高的、低的。你俩干嘛呢？小姐，夫人，我铺了低枕头，但桑葚非要换成高的。我家小姐就是喜欢睡高枕头，对吧？低的、高的、低的。哎，好了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高的、低的都铺上，我都喜欢。这行了吧？哎，对了，桑葚，为了避免以后大家起疑心，你就跟着穆许叫我夫人吧。可是，在我心中，小姐就是误入墨玉侯府，从未办过婚礼，也未曾有过婚书，怎么就是夫妻了？谁说的？夫人就是夫人，任谁看都是侯爷的正妻。小姐怎么能是夫人呢？他们没有举办过婚礼，当然就不是夫妻了。小姐就是小姐，不是你们家夫人。她就是夫人，小姐，夫人，小姐，就是我家夫人，小姐，不是夫人，就是夫人，小姐，夫人，小姐，夫人，就是夫人，小姐，夫人，小姐，小姐，你怎么了？不开心啊？是不是我说错话了？啊，没有，我有点累了，你们先回去吧。可是，小姐，快走。哦，快走。对啊。哟，今天怎么没有去皓雪堂啊？躲在这儿偷懒？你才懒呢，整天无所事事的，就知道乱转。海坊都被你转了3圈了吧？你还真说对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又发现了不少的新馆子，有没有兴趣跟我去吃啊？没兴趣，本姑娘正忙着赚钱呢。好好的姑娘家，张口闭口就知道谈钱。那我不赚钱，我拿什么还你的债啊？你要是能哄得我开心，我就免你的债，怎么样？对不起啊，我不卖笑。你的债我会尽快还上的。哎，我开玩笑的，你别生气啊，我真是开玩笑的。哎，夫人，小姐，你终于醒了，早上已经准备好了，就在大堂呢。奴婢也听说侯爷准备去大堂了，原来是要跟夫人一起用膳呀。
那我们出去吃吧。啊？哎，夫人，小姐你，去哪儿啊？昨天晚上我们不是还好好的吗？今天怎么就不理人了呀？女人的心思难猜。我倒是觉得你的心思更难猜。如今我在海方，每日吃穿用度开销很大，哪有钱再供你挥霍？林言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该找一份差事了。即日起，你立刻启程来海方，我会为你在海方谋一份差事，让你自力更生。若这次你再不听我的话，那我们姐弟的缘分也就此缘尽。千连雪啊，千连雪，你在墨玉侯府上住上一阵子，就找不到北了是吧？我见到你倒要问问可，不帮我拿银子还债，是不是想见你这亲弟弟去死啊？少爷别担心，大小姐一向最疼您了，绝对不会见死不救的。唱，唱，少爷，有人求见。谁啊？奴婢檀香奉县衙主人之命，特在此等候千大少爷。檀香？我姐呢？小姐还在皓雪堂忙着，我们家主人吩咐了，千少爷来了海方，如果有任何需求，檀香一定百依百顺。百依百顺，真的？檀香一定会伺候好千大少爷的。千少爷还是第一次来海方吧？海方新鲜玩意儿多着呢，好吃的好玩的。少爷，如果你不着急的话，那檀香带你去逛逛。这破地方有什么好逛的？那要不我们去吃酒？吃酒没意思，不去。这边玩乐的东西倒是不少的，听曲的、听戏的，还有玩骰子的。玩骰？你有钱吗？夫人，您之前跟侯爷都好好的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哎，小姐，不会是你想通了，不再喜欢他了吧？你说什么呢？夫人跟侯爷那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。你知道什么呀？你懂什么是爱情吗？小姐和袁大哥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。你懂什么是爱情？侯爷是……哎，你还推我袁大哥才是。侯爷，袁大哥，侯爷，你们两个要是再吵下去，我就给你们一人找一户嫁出去。小姐，我们怎么舍得离开你呢？哎呀，太腻歪了！你放开我，你们放开我！夫人，这是谁要走呀？水姑娘，你来的正好，这两个丫头越来越不服管教了，不然你看你们那儿有没有合适的人，给他们嫁出去。哎，我们姐妹情深意重，谢谢了，小姐，是吧，木雪好姐姐？我好像比你小吧，桑葚姐姐。我看着比你又来了！你们现在给我出去玩，不到天黑不许回来，否则我就给你们嫁走。夫人，我先走了，再见。你干什么？你别跟我。有这两个活宝陪着你，不是挺好的吗？哎，说吧，找我来什么事啊？有正事。什么事啊？拿，这是什么？试试看。不就是飞晚霜吗？再试试。怎么味道和以前不一样啊？没错，因为我添加了新成分。新的飞晚霜呢，里面升级了配方，这里面添加了紧致肌肤的药材，
而且最重要的是，现在飞晚霜的成本压下来了，普通老百姓就能买得起。我还是不太放心。这飞晚霜本来就是以名贵药材著称的，那普通百姓怎么能懂得你换配方的苦心呢？那万一要让那些千金小姐说了去，他们不识货怎么办啊？不怕，因为功效摆在这儿，不怕他们去说。也是，你先试试，如果好用的话，我们就想办法给它推出去。好，来，拿好啊。哦，对了，我们这2天还推出了一个新品，要不要看看？好呀。好，兰儿带2位姑娘看一下。2位姑娘这边看一下。夫人，鬼白，什么事啊？汪锦瑶的案子已经结案了。结案了？侯爷要去刘家村抚恤村民，他想和您一起。什么时候？我也去。那就现在出发吧。宁大人，宁夫人，小宝，快来！宁大人，宁夫人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你们回来了，我就知道你们一定会来。可是我的阿根再也回不来了。刘阿婆，你一定要节哀。要是没有宁大人查清真相，我们还一直被蒙在鼓里呢。王锦瑶罪大恶极，草菅人命，诱骗无辜男丁前去顶替海寇。王锦瑶已经认罪伏法，所有真相已经水落石出，以后不会再有人受害了。要是没有宁大人，我们的男人至死都还背着海寇的污名啊！宁大人，宁夫人啊，我们刘家村老老少少叩谢你了！快起来！大家快起来！快起来！快起来！起来！起来！先起来再说。我作为海方的父母官，一定给大家一个安生的日子。可怜我们小宝啊！以后我们孤儿寡母的，这日子可怎么过呀？阿珍嫂，大家放心，以后官府每月都会给大家带来粮食，保证大家的生活，一定让大家过上安生的日子。谢谢宁大人，谢谢宁大人，小宝不苦。你记住，从今以后，再没有人会欺负村里的人了。你要快点长大，长大之后，才可以好好的保护全村的人，知道吗？小宝，你听见没有？知道了。谢谢宁大人、宁夫人，谢谢你们都是活菩萨呀！谢谢你。想什么呢？现在真相大白，可是他们的丈夫，那些孩子，却再也回不来了。但是你现在已经把海方最大的毒瘤都给铲除了，我相信也可以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了。你说我这么做够吗？
以后你一定可以比现在做得更好，我相信你。干什么？干嘛这么看着我？我是在想，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什么意思啊？你说你这个人呢，小财迷，好吃鬼，平时脾气还挺大。我在你心里就是这样的呀。嘴上呢说着要分清楚夫妻情分，什么事都斤斤计较，一件小事都要跟我算利息。哎，你是要夸我还是要骂我？但是在生死关头，你想都没想就冲出来救我，甚至不顾自己的性命。在我心里，你好像已经变成很重要的人了。你对我不是也一样吗？我这几天确实一直在躲着你，因为我不知道我该怎么面对你，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面对自己。你说我还要顶着聂桑榆的身份活多久啊？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做回季曼呢？我什么时候才可以以季曼的身份跟你光明正大的在一起？相信我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圆满答案的。我能不相信你吗？我不相信你，我会来。来，定力士，跟你压了啊！哎呀！不玩了！昨日一直赢，今日却为何一直输啊？走了。哎，钱公子，您再玩一会儿啊！这输了的话，咱们再赢回来不就好了？玩什么玩？我的运气都耗光了。走了。哎，钱公子，这是不玩了？我以后都不来你们这儿了。好吧，那就请公子把账结一下。多少钱？1000两。怎么可能这么多钱啊？公子，这3天3夜您是输了借，借了输，就没停过。您不会以为这些钱都是您自己的吧？公子，我们这2天确实输了这么多钱。可我身上没那么多钱。什么？我没那么多钱啊！我是第一次听说来赌坊不带钱的。没带钱是吧？钱公子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钱公子，您可真是位公子啊！放开我！没带钱可，那就留点什么？我有钱！在哪儿？我姐在衙门，你去找她要钱。
好。哎，钱公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，吓死我了。没事，没事啊。小姐，门外送了一封信，说尽快交到您手上。信。小姐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事，我知道了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断手。头山赌坊。你可算来救我了！快救救我！救救我！钱带了吗？我没骗你吧？我们跟宁大人是亲戚，宁大人是我表哥，你快放了我！闭嘴！这位老板，我弟弟欠了您多少钱？不多，1000两。姐，救我！我弟弟不懂事，给您添麻烦了，还望您海涵。不过这1000两也不是个小数字，不然这样好了，我给您立个字据，咱们先把人放了，这钱我一定给您凑齐。时间。姐。1个月。平原，你放开我弟弟！你放开我弟弟！你够硬！你认为他能撑这么久吗？10天，我给您凑齐。姐，救我！救我！平原！10天也不行！平原！3天我就给你，3天。我求求你了。救我！姐。3天。3天。我等你。3天。看好了，是。救我！闭眼。姐，救我！大夫人，我真的是迫不得已的，我一定会尽快还回来的。大夫人，对不起，我一定会尽快还回来。雪小姐，你怎么还没有回家啊？温姨娘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看雪小姐深夜未归，很是担心，便前来接你。怎料，你竟然在做这样的事情。哦，是这样的，大夫人让我帮她拿些银票回去。啊，原来是这样的。那我替你拿给大夫人吧。不用。怎么了，雪小姐？温姨娘，我错了，我求求你，你别告诉大夫人行吗？
魏姨娘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应该拿钱的，我是一时鬼迷心窍。魏姨娘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别告诉其他人。雪小姐，都是自家姐妹，你有什么难处可以和我说呀，我可以帮你。魏姨娘，是这样的，我家中有个不成器的弟弟，他在外面欠了非常多的钱，我们现在真的需要特别多的钱来还债。魏姨娘，我求求你了，我一定会尽快把钱还回来，我求求你了，魏姨娘。就这点事情啊？银两的问题我可以帮你解决。今日之事，我也就装作没看见了。谢谢魏姨娘。只不过，我也有一个小忙，需要雪小姐帮我。什么忙？还没到时候，以后我自会找你。哎呀，你搞什么神神秘秘的？你要送我什么？给你。这是什么？说是海外来的水晶。哇，好好看啊！快给我戴上。好。那个老板说啊，这个水晶还有一个别样的寓意。什么寓意啊？一生一世，一双人。谁说是一双人？啊？不是还有温姨娘的吗？你为什么会娶她？我就知道你早晚会这么问的。我与温姨娘，我与温婉，其实没有婚书，没有聘礼，并不是真正的夫妻。把她收入府中，只是为了让她有个容身之所。至于具体原因，你就别问了。你只要相信，我从来没有背叛过你。好吧，相信你。小姐，小姐，我要见千莲雪。是，小姐。温姨娘，雪小姐，你来了，快坐。啊，雪小姐，你还记得你要帮我一个忙吗？啊，记得。你说这大夫人最近真是风光无限啊，备受侯爷宠爱，就连这生意也做得蒸蒸日上，真是羡煞旁人。温姨娘，你想让我做什么呀？我听说在城东的黑市里，有一种极为罕见的药，这种药一旦入到体内，就会让人浑身抽搐，难以自控。抽搐？温姨娘，你要让我害人？对不起，温姨娘，这事我做不了。你弟弟的命重要，还是聂香鱼的命重要？来，坐回来。你听好了，我能用1000两买下你弟弟的命，也能轻而易举地毁了他的命。你怎么知道是1000两银子？
你派人带我弟弟去赌坊的。雪小姐啊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只是赌坊吗？你怎么不想想？怎么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在你进了皓雪堂，你弟弟就来海坊了呢？实话告诉你吧，赌坊给你的那封信是我安排的，就连邀请你弟弟来的也是我。温婉，你怎么这么恶毒？你现在有2条路：一，等着去给你弟弟收尸；二，拿着我的钱去救你弟弟。好吧，什么时候动手？当然是越快越好。我希望明日就能听到好消息。毕竟，我也想快点救你弟弟啊。大夫人，大夫人，毒药。温姨娘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怎么了，姐姐？你怎么还没有休息啊？温婉，你别演戏了，我最讨厌别人用我弟弟来威胁我。这包药我会交给侯爷，这就是你要害大夫人的证据。侯爷，宁雨轩，怎么回事啊？大夫人和雪小姐她……不对，表哥，温婉要挟我给大夫人下毒。先别，这就是毒药。侯爷，婉儿是被冤枉的，婉儿没有。你别狡辩了，人证物证都在，你还想怎么说？婉儿从来没有想过要给大夫人下毒，你口口声声说这就是证据，可这里面是我辛辛苦苦求来的灵芝粉，根本就不是什么毒药。温婉，你还能把黑的说成白的不成？温姨娘，既然这是灵芝粉，我收下了。是毒还是药，一验便知。鬼白，去找个大夫来。是。不必了。宁雨轩，是我错怪了温姨娘，抱歉啊，误会了你的一片好意。既然是好心，可以正大光明交给夫人，为何要深更半夜给千莲雪？大夫人之前误会过婉儿，婉儿不敢亲自拿给你，害怕大夫人觉得是婉儿没有安什么好心。况且这灵芝粉来之不易，我给大夫人送了一份，给侯爷也拿去了一份，但恐怕早就被侯爷放到角落里积灰了吧。温姨娘以前确实给您送过。不是这样的，你明明刚才还用我弟弟性命来威胁我，你怎么这么能装呢你？你弟弟来了，这是喜事啊，你为什么不和大家说呢？侯爷，你知道吗？行了，此事到此为止。都散了。是我们大意了，回去再说。
小姐真是机敏，不然咱们真得被这个聂桑榆抓个正着。还好我之前去了趟赌房，不然还真得栽个大跟头。哼，人被赎走了。对，被一位姓秦的公子带着钱把人赎走了。姓秦的公子，千连雪这个小贱人，肯定是把事情通通告诉聂桑榆和秦一贤了。夫人，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哼，将计就计。小姐，这事经过这么一闹，侯爷恐怕再也不会相信他们了。信又如何？不信又如何？只有他聂桑榆从此消失，侯爷才会真正属于我。这么说，千炳炎欠债是真，那温婉威胁千连雪也是真了。但我想不明白的是，那个药里怎么会没有毒呢？莫非是救千炳炎的时候走漏了消息，所以他临时把药给换了？雪小姐，大夫人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什么，可能是有点累了，我先回去休息了。雪小姐，你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啊？我能有什么事啊？我没事啊。没事啊。哎，这么晚了，你快点回去休息吧。啊。雪小姐，我们共事这么久，你是不是可以相信我？如果你相信我，你出了什么事情，你就可以告诉我，这样我可以想办法，我们一起来解决。大夫人，我对不起你。什么？我昨天晚上动了歪心思，差点拿走皓雪堂所有的钱。你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了？需要用很多钱啊？我弟弟不知为什么突然间到了海防，他还说欠下了很多钱，他们要让我在3日之内必须得还上，不然的话就会把我弟弟。对不起，大夫人，我知道了，我真的是没办法了，大夫人。这样，皓雪堂的钱你先都拿去用，如果不够的话，我们再想办法凑。总而言之，先把你弟弟救出来再说，好吗？谢谢大夫人。你呀，以后有了这种事情，能不能第一时间告诉我？对了，还有一件很蹊跷的事。昨天我去皓雪堂的时候是半夜，但是不知为何却遇到了温姨娘。温姨娘？对，温姨娘还说要替我保密，就是让我在日后必须要帮她完成一件事情。温姨娘半夜出现在皓雪堂，还恰巧撞到你，这里面一定有问题啊！这样，你先同意她的要求，然后你看看她究竟想让你做什么。我们可以去找秦逸贤帮忙，让他先把你弟弟赎出来，确保他的安全。谢谢大夫人。雪小姐，我希望日后，不管你遇到任何的困难，你都能想到我，我一定会跟你一起来面对。真不知道他后面还会做出什么事情来。我会派人盯着他。还有，之前皓雪堂仓库失火一事，可能也与他有关。
什么？你有线索了？暂时还没有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查明真相，给你个交代的。我相信你。全齐了。袁大哥，三山姑娘，你们家小姐最近恢复的怎么样？我至今还没去看她。哦，挺好的，多亏了这次落水，她记忆都恢复了。说什么呢你？恢复记忆？夫人，货全取回来了。好啊。袁大哥，好久不见，你今日怎么来了？聂姑娘，自从你上次落水之后，我一直没有见到你。你可还好吗？好多了，我休养了一段时间，已经无碍了，放心。那就好。我还有些事情想跟你说。你说。哦，你们先下去吧。你们也先下去吧。走啊！坐。何事啊？我听桑葚说，你落水之后找回以前的记忆了。哦，对，我的记忆全都找回来了。那你都想起了什么？我想起来很多事情啊，比如说我跟我爹小时候一起跑船，然后还经常调皮捣蛋惹他生气，而且我那再往前的事呢？再往前？对，更小的时候。更小的时候。更小时候的事情谁记得？太远了吧？袁大哥，袁大哥，啊，你怎么啦？啊，我没事。聂姑娘，其实小时候我们……小姐，老爷传信来了，老爷传信来了啊！老爷有信了，说什么？老爷在回海方的路上了。真的？归海一刀要回来了啊！袁大哥，回头我爹回来，我给你们引荐一下。好，久仰归海一刀大名，而且我还有一些事情想要问他。好，小姐，终于回来了。冰烟，冰烟，千仞雪，秦贤，看到我弟了吗？他在里面，你别着急。都什么时候了，我怎么可能不着急？你听我说，以后无论发生什么，你都不要出来，这事我来解决。我赢了！让你们跟小爷斗，你们还瞪着呢！千公子，今日手气不错。秦公子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也好这口？千公子，我想跟你单独玩两把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？好啊！小姐，你看可以了吗？
再熬一会儿吧。哦。夫人，喝口茶歇歇吧。我不累，没事儿。怎么了，小姐啊？你们看这次熬出来的，为什么颜色有点深啊？是不是？好像是有一点。小姐，是不是因为你研制了新配方，所以说色泽有点不一样啊？有道理。哎，赶紧把大家叫过来，然后我们好好研究一下怎么把这批新品卖出去的事。下课。我赢了，再来，再下。662大，继续，我又赢了，再来。哎，我都赢了，都是我的，我赢了。再来，要不然我们来把大的怎么样？大的，好啊，来啊，加多少？我全加了。来。3个6豹子通吃，收钱。秦大哥，我求求你，再借我点钱，你别把钱都收走啊！别把钱收走啊！你们，秦大哥，我求求你啊！你再借我点钱，我一定能回本的。还想回本？好。你居然使诈，把钱还给我！别着急，我带你去看看。你自己好好看看。我来打！这把做大，做大的。看到了吗？这才是真实的赌场，逢赌必有千。他们想让你赢就让你赢，想让你输就输。他们早就挖好了坑，就等着你这样的人往里面跳。赌博就像一个深渊，只会让你越陷越深，无法自拔，最后一无所有。千米，你还想像他们一样继续沉迷下去吗？今天手气太差，我还要玩，我还有钱，别打我不行。那好，我会安排你马上到黄州做工挣钱去，远离这个赌场。还有，在你改过自新之前，不许再见你姐姐。若是再被我发现找她要钱，
我就对你不客气了。秦大哥，我还有做好人的机会吗？有，只要你愿意。带他去码头。秦大哥，秦大哥，一定要跟我姐姐说说，我知道错了，让她原谅我。去吧。冰妍，冰妍，你不能去，不然又得前功尽弃了。真的要让冰妍去黄州？之前你们对他娇惯得太厉害，才会让他一步步变成现在这样。我这是把他发配去吃点苦，长长本事，这是好事。我会派人跟着他，不会有事的，放心吧。谢谢你啊。你先。雪儿。啊。我知道，之前我们俩一见面就吵，谁也瞧不上谁。但后来吵着吵着，我突然发现，一天不吵我就不适应了。我的脑子里想的都是你，吃饭的时候想，走路的时候想，喝酒的时候也在想，甚至做梦的时候都在想。我喜欢你。真的？我一直以为你不喜欢我，我害怕我自作多情，所以我没有告诉你。你怎么把我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了？我不知道你喜欢我，因为你一直都……之前我每天对你冷嘲热讽的，但是我今天看见你教育秉言的时候，发现你也有正经的一面。还有对我好的一面。雪儿，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？哎，水姑娘，新品研制的怎么样？正要给你试呢。来，这里面呀，我添加了龙脑的成分，除了可以美肤，还可以提神醒脑，是吗？你试试，怎么样？确实不比以前的飞晚霜差。你这么说我就放心多了。我再看看。大夫人，来啦。我弟弟的事解决了，真的？那个赌方也查封了，太好了，多亏了秦公子。啊？别紧张。你们这是？哎呀，水姑娘呀，你看看人家这个速度，你要抓紧了呀。这是新品啊，正想跟大家说这事呢。我想看看，咱们商量商量，怎么才能把这个新品给它推销出去。以秦某捉界，这世间生意千千万，
但万变不离其宗。要想卖得好，无非是找到那个赚钱诀窍。啊？什么是赚钱诀窍？我，宁娥宛若是不贤，在下愿为皓雪堂尽绵薄之力。哎呀，你看看，秦公子啊，我真是不知道要怎么感谢你才好呀。不用谢我，到时候给他长点薪酬就好了。啊！这空气里啊，全都是一股酸臭味啊！哎呀，不知道，有点酸，有点甜啊，我是待不下去了。不然这个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，我去歇一会儿啊。哎呀，没问题。哎，雪姑娘，哎呀，你们忙正事去。忙正事，忙正事去。哎，暮雪，最近魏姨娘在做些什么？她最近还挺安分呢。这院里的厨子婢女跟我都熟，我让他们一直盯着呢。自从上次的事情后，我跟桑葚都极其注意她哦，尤其是夫人的饮食，从买菜到做菜，我们都亲力亲为的，可不敢再经他人手了。自从上次他虚晃一枪之后，我总觉得这心里不踏实。不踏实？怎么了，小姐？这次熬出来的为什么颜色有点深啊？暮雪，啊，快回皓雪堂。哦。桑葚，哎，小姐啊，水娘子他们呢？啊，秦公子说了，即使平民版的飞晚霜呢，他们就拿到集市上去卖了，为了打响咱们飞晚霜的口碑。怎么了，小姐？有什么问题吗？这样，你去找个大夫过来。暮雪，把宁玉轩也叫过来。哦，去吧。哎，为什么要请大夫？谁生病了？不知道啊，先去。这颜色不对啊！怎么了？有人在药材里动了手脚。夫人，是千机散。千机散？根据这药材的反应，投毒量不大。如果正常的皮肤倒无所谓，如果皮肤受伤了以后，那么毒性就会有所发作。轻则呢，浑身抽搐，半身不遂；重则口吐白沫，当场毙命。这不是要毁皓雪堂的声誉，这是要人命啊！可是夫人，这批货从进材料我们就盯着了，难不成是卖材料的商人掺的毒？赶紧把那批飞晚霜追回来，快！夫人，快！鬼白，查，从工人到药材商一个都不许放过。是。等等，也让元朗去查一下码头的工人有没有什么可疑之处。去吧。是。闻一闻，特别好，来一瓶吧，来，给我来一瓶吧，给你试试。来啊，好的，好嘞，好嘞。哎，请放这，请放这。好，让一下，等一下，大家等一下，先别卖了，我以5倍的价格收回大家手中的飞晚霜。5倍？对，你过来，怎么回事？本来都在亏本卖了，你这样下血本买回来，什么意思？这笔产品有问题，来不及解释，我一会儿再跟你说。 5倍，真的吗？真的。那我卖。好，来，木须拿钱。来，这是你的银子。真的给钱啊？那我也卖。好。哇！来，这是你的银子，拿好。来，后面的，后面的，来，飞晚霜还有吗？这是你的钱，收好啊，钱收好啊。来，这是你的，拿好。来，还有没有人手里有？放着就行。 好，连你的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飞晚霜里被人下了毒。
怎么样，少不少啊？全都收回来了，一瓶没少。真的，真的。居然会做出如此罔顾百姓性命之事，究竟谁在背后下毒？应该是他，但我现在还没有证据。肯定是他。上次投毒不成，这次又在飞晚霜里下毒。小姐，我忍不了了，咱们去找那婆家算账吧，我掐死他！现在我们能想到，宁宇轩肯定也能。他现在应该已经在处理了。侯爷，侯爷你来了，侯爷快坐。不必了。侯爷，你看，这是婉儿新给你绣的帕子，到时候作为礼物送给侯爷。巧了，我也有礼物要送给你。是吗？皓雪堂新出的飞晚霜，听说效果不错，给你带了一瓶。大夫人的手艺，婉儿向来仰慕，只不过像水粉霜这样的东西，效果因人而异，而且婉儿有自己平时用的水粉霜。现在就是。